如果我只可以揀6個動作去練晒全身嘅肌肉，我絕對會揀以下呢6個動作。佢哋都係能夠一次過鍛煉幾個肌群嘅多關節動作，性價比高，不論你係新手定係老手，都係好值得放入課表。第一個動作就係引體上升，能夠刺激到整個背部同埋二頭肌，擁有超高嘅加重潛力。第二個動作就係 dips， 胸肌、三頭、膊頭一次過練晒，同樣加重潛力係極高。第三個動作就係保加利亞深蹲，能夠有效刺激大髀同埋臀部，只要屋企有一對啞鈴就能夠隨時加重，係相當方便。第四個動作就係斜身引體，刺激背肌同埋二頭肌之餘，特別能夠針對後肩同埋中背，幫助我哋將背肌練厚。第五個動作就係矛式掌上壓，由肩膊主導嘅推力動作，幫助我哋練出圓潤嘅南瓜肩。進階啲嘅朋友就可以做倒立掌上壓。而第6個動作就係 Romanian Deadlift， 能夠針對我哋嘅大腿後肌、臀部同埋下背。個人會喺最底嘅幅度加一個2秒嘅停頓，咁做係可以提升大腿後肌嘅柔軟度，加強 reset 同埋 strict arm press to handstand。